Happy Story Time， 開心講故事時間又到啦！今日要講嘅故事係端午節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珍珍嘅屋企。珍珍一家4口，好開心。除咗爸爸媽媽，佢仲有一個好得意嘅細佬，叫做 Jackie。夏天嚟臨啦，任何夏天嘅嘢呢，珍珍都好中意，唯獨是昆蟲。媽咪，睇下我又俾蚊咬啦！平時媽咪接完珍珍放學，就會直接返屋企。但係今日佢返屋企途中去咗中藥鋪，媽咪就對住前面嗰啲白紙櫃，就指呢樣指嗰樣，就同老闆講：麻煩你俾呢幾種中藥我啊！老闆就問：係咪要嚟整香囊噶？今年啊，夏天好熱啊，要做多啲香囊啊！香囊係啲咩嚟噶？呢啲藥材又有啲咩作用噶？珍珍同 Jackie 呢都拗晒頭。返到屋企之後，媽咪就將中藥材磨碎，仲拎咗啲五顏六色嘅布料。珍珍就話：我哋係咪要整啲乜嘢啊？冇錯啦，我哋就係要用中藥材整香囊。媽咪就答：香囊呢可以驅趕昆蟲噶。其實做香囊都係端午節嘅傳統習俗。香囊唔單止可以防蚊驅蟲，相傳仲可以辟邪、去衰氣同埋保平安。經過一番努力之後，香囊終於做好啦。姐姐就話：媽咪，你睇下我嘅香香啤啤頸鏈好唔好睇啊？細佬就話：我嘅香香龍頸鏈呢又好唔好睇啊？呢個夏天，兩姊弟呢就有香囊傍身，就一定會健康平安、快樂無憂。珍珍同埋 Jackie 肚餓啦，個肚都打晒鼓。呢個時候，廚房傳嚟竹葉嘅香氣，哇，好香啊！原來媽咪呢為佢哋準備咗粽呢就係端午節應節食品，係用竹葉包住糯米等其他嘅材料，大人小朋友都好中意食噶。每逢端午節，珍珍嘅婆婆都會好忙咁樣包粽，今年都唔例外。有啲粽呢就呈金字塔形狀，入邊有鹹嘅材料，亦都有啲甜嘅材料。無論邊一隻粽都好好味噶。啱啱蒸熟嘅粽呢，好香啊，又熱辣辣。珍珍呢就揀咗一個，拆咗嗰啲竹葉之後食一啖，哎呀，啲糯米呢黐黐立立黐滿晒呢佢嘅手同埋塊面啊！粽入邊嘅餡好豐富噶，你哋睇下，有鹹蛋黃、肥豬肉、冬菇、綠豆等其他嘅材料。媽咪仲講笑話，其實你哋可以加自己中意嘅材料噶。Jackie 就話：咁我加糖果同埋朱古力得唔得啊？媽咪，媽咪就話：都係做零食比較好啲。到夜晚啦，爸爸返嚟，佢手上拎住咗支船槳。珍珍知道爸爸中意撐船、撐龍舟呢個水上運動，就問啦：爸爸，你啱啱去完龍舟集訓啊？每年嘅端午節，中國各地呢都會舉行龍舟賽事，佢哋會坐上啲顏色好鮮豔嘅龍舟上面，鼓手呢就會喺前面呢打氣打拍子，
然後大家呢就好努力咁樣爭第一。珍珍就望下月曆，發現端午節就到啦，就喺3日之後。難怪爸爸最近呢都咁努力去練習撐船。珍珍呢同埋 Jackie 對端午節呢覺得好有興趣啊，於是爸爸同佢哋就講咗個故事。喺好耐以前，中國有一個偉大嘅詩人，佢叫屈原。佢生於戰國時代，係楚國嘅大臣。佢忠君愛國，正直無私。可惜唔受楚國重用，仲被流放喺偏僻嘅地方。冇耐，楚國俾秦國攻下，屈原呢唔忍心國家一步一步咁樣滅亡，就毅然喺農曆5月初5投身江河，失去蹤影。百姓呢好擔心屈原，周圍撐船揾人，佢哋就將啲粽掉落河度餵魚，就等啲魚呢食啲粽，唔好食咗屈原嘅身體。後來農曆5月初5就慢慢變成端午節啦。嗰日我哋會食粽、撐龍舟同埋紀念屈原。故事講完，小朋友呢都聽得好入神啊！佢哋想更加了解端午節嘅習俗。珍珍就問啦：爸爸，今年我哋可唔可以睇你龍舟比賽啊？爸爸就話：梗係好啦！龍舟節終於到啦，所有龍舟隊呢都一字排開。珍珍喺遠處見到有人呢為龍舟呢游上紅色嘅眼珠，就問啦：咦，佢哋喺度做咩啊？媽咪就話：呢啲點睛儀式係為龍舟畫上眼睛，為佢哋注入力量，祈求風調雨順，眾人平安。比賽開始啦！所有龍船都喺河上面好努力咁樣撐船。珍珍同埋 Jackie 都為爸爸好落力咁樣打氣啊！加油加油！爸爸係最叻，勇往直前，繼續努力。比賽結束之後，兩姊弟呢就即刻撲向爸爸嗰度攬實佢。今年嘅端午節特別愉快又精彩刺激，珍珍呢一家人一定好難忘嘅呢。故事就講完啦，故事就嚟到呢度啦。大家又鍾唔鍾意呢本書呢？又或者大家睇完呢本書之後又有咩感想呢？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最後，如果大家想繼續收聽 Happy Story Time，就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